这小女子家自哪里，姓甚名谁，一一的讲来。神仙他说的可对呀，那么你再仔细的认他一认。哎呀，不用认，不用认。哎呀，你为何不认呢？看着真的不许我说真，看着这假的定要我说他是真吗？真相，既然钟小王说是假，这其中恐怕确实有诈。还是带我来问问他。果然要问，那请问吧。你这女子，过来过来，这话是你对镜是妙的吗？刚才不是与丞相讲过了吗？即使你对镜是妙，怎么与你一点也不像呢？这是3年前画的，难道是一个人的容貌，谁不会变的吗？哎，再比也比不得这样夸呢。哎呀，大人，我看你的容貌啊，也在变啊。看，你是把七嘴万岁！我看这女子与画像差之气力，定是光皮假冒。哎，我看这个小女子啊，为得真相所为，却是事事有据，句句有凭啊！万岁，既然真假难辨，怎能受一在身？分明是假，何必在身呢？是啊，分明是假，立即严判。七十万岁，用我众多忙日月，并与用会已在午门瓦后
忙中多来得真好啊！来，赵中多忙子园上殿，万岁有旨，忙子园上殿。万岁之忙子园上殿。走，领帽子。臣累袭之臣民，朝夕远却，真臣官复原罪，代才立功，受命之余，惶恐万分。众多忠心耿耿，今日永贵早息，家人重见，军人重围，可亲可厚啊！托万岁之洪福，忙众多，快来见过李丞相。领旨。忙众多，哦，李丞相。忙众多，你的女儿来了。你是女子，你是谁啊？我是你女儿李君啊。是女儿李君，正是。哦，女儿，不对，不对，你认错人了吧？弟弟，你李家少年怎么连亲生女儿面对面都称不清你呀？哎呦，自己的女儿已是个大人了，只怕你面对面也认不得她呀。哦，也是，怎么你认识她是我的女儿啊？哎，是忙众多，万岁4岁。这小女子是称是忙丽君，她前来投案自首，素食之话句句有凭。众多，你快快上前，陈姑亲生啊！这忙众多。哦，李丞相。他是家月公你，他是真难相信。常言道，知之莫
万岁啊！老臣气煞人色，耳聋眼花，实在忍不轻呐！万岁，朕家万事难离。哦，请万岁放宽己然，待微臣把这小女子代为相夫，仔细再审。好，此节万请重审。哎呀，万岁！退场！郎中公，来呀！
啊，你再仔细的看看。为什么不能是孟丽君？我要不是孟丽君啊，你就到我刘家小姐成亲。到那时我看你